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7月21號星期二，過去呢幾日咧，如果有留意科技界，特別係人工智能嘅消息，以至咧係大家有投資咧美國一啲人工智能嘅科技股 AI 嘅股份咧，都可能會留意到一宗嘅科技界嘅新聞。講緊咧係一間內地嘅科技企業月之暗面咧，係推出咗一個叫 Kimi K3 嘅一個人工智能模型。好多評論呢個唔單止內地啦，甚至《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彭博咧都形容呢個 K3 咧係震撼咗美國嘅科技界，因為佢嗰個人工智能成熟嘅程度咧係遠超預期啊！本來好多科技界專家都話內地因為缺乏一啲咧係 GPU， 即係一啲譬如 Nvidia 製造嘅圖像處理器啦，同埋呢個芯片可能都並唔足夠，咁因此咧，相信其實喺內地嗰個人工智能係比起美國咧，可能落後數以年計。咁但係呢個月之暗面推出嘅 K3咧，就令市場相當震驚㗎。好多科技界嘅測試咧，都認為佢只係僅次於咧係Anthropic 嘅 Claude 同埋呢個 OpenAI 嘅 ChatGPT。咁可以話咧係排名喺第3位。咁呢個咧係令市場相當意外啦，亦都震散咗咧係美國好一批咧科技股以至 Nvidia。因為如果中國用一個咁少嘅 GPU 或者係一啲芯片都可以做出一個咁出色嘅模型，會唔會其實令到呢啲公司過去一個咁大嘅科技投資變成咗一個泡影呢？咁所以咧係影響到啲科技股嘅股價。咁但係咧喺呢個消息傳出冇耐咧，已經見到呢個 K3 咧係話要暫停收咧係新嘅客戶，原因咧似乎係佢嘅算力唔夠。呢個令人諗起1年前咧呢個 DeepSeek 推出之後咧，亦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嘅故仔㗎。當時亦都話 DeepSeek 咧係即係震驚咗華爾街同埋矽谷，咁但係最終咧亦都因為算力唔夠，過去呢段時間咧已經俾 ChatGPT 同埋 Gemini 呢啲人工智能模型咧遠遠拋離。咁呢個到底月之暗面嘅 K3 係咪會重複呢個所謂 DeepSeek moment， 以至佢未來咧已經計劃喺香港上市啦？今日用一個財經界嘅角度，當然我唔係呢啲人工智能科技界嘅專家，咁但係嘗試咧用一個財經金融嘅角度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可以話係內地人工智能獨角獸嘅月之暗面咧，係啱啱呢幾日推出咗新一代嘅模型 K3，短幾日就出現一個戲劇性嘅轉變啦。唔係冇人用，而係太多人用啊，令到公司嘅算力頂唔住，要暫停接受咧新用戶嘅訂購。表面睇咧停收客戶似乎係壞消息，不過由資本市場嘅角度睇咧，呢件事似乎反映咗兩個具體嘅情況。第一，呢個 K3 的確係有市場需求嘅。第二，月之暗面仍然係一間需要大量資金擴充嘅基建初創公司。呢個正好符合佢咧計劃嚟香港上市嘅賣點同埋風險啦。呢個 K3 到底強喺邊呢？我唔係專家啦，咁但係用一啲簡單嘅方法理解啦，就係一個普通嘅 AI 模型，就好似一間公司有一個大型嘅部門，無論你想寫程式、做研究、分析文件或者做一張圖片咧，所有員工都會一齊開工嘅。咁但係呢個 K3 咧係採用一個所謂混合專家模型，簡稱係 MOE 啦。佢就係唔會咧一次過叫齊咁多個專家出嚟㗎，只係咧係揀咗有需要、符合你要求嘅一啲專家出嚟係應付你嘅工作。換言之咧，唔需要每一次都動用成個模型所有嘅算力，希望做到咧大佬雖然好大啊，但係唔使咧全部都一次過傳開。冇錯啦，如果觀眾有印象咧，其實舊年 DeepSeek 推出嘅時候咧，亦都係嘗試用同一個方式，每一次呢啲人工智能嘅模型去運作嘅時候咧，佢都係希望盡量做到咧係減少呢啲算力全部運作，只係啟動咧某一方面嘅算力程式去應付佢嘅工作。而家咧呢個 K3 咧係同樣採用呢個 DeepSeek 呢個所謂專家嘅模式。當時咧亦都引爆過咧美國股市曾經呢啲科技股咧出現一輪嘅震盪㗎。
咁但係咧呢個 DeepSeek moment 啦，所謂其實好快已經係無以為繼，因為好多呢啲其他嘅科技公司，由OpenAI、Google 以至係其他嘅科技公司咧，迅即投入數以千億美元計嘅資金咧，投資喺人工智能，咁變成咗咧係令成個佢哋呢啲 AI 嘅模型咧，可以話喺一年之間咧係更新咗幾代，而家已經咧係遠超越呢個 DeepSeek 啦。DeepSeek 當然最近亦都傳出話佢會推出最新嘅模型，咁但係喺經過一年嘅時間，到底佢有幾多算力上可以追得上啦？呢個都係市場一個好大嘅疑問。而更重要係呢個月之暗面咧，佢採用一個所謂開源嘅模式，可以話目前咧佢變成一個喺人工智能模型上開源上咧，其實佢嘅表現咧係做得最突出嘅一個人工智能模型啦。喺編寫程式同埋智能任務上咧，都係表現相當突出㗎。呢個亦都令市場驚覺啦！喺中國呢個人工智能公司，即使面對冇呢啲 NVIDIA 高階芯片供應呢啲 GPU 提供嘅時候，喺佢嗰個模型能力咧，仍然可以追近美國。可能個差距咧，由頭先講係由以年計咧，已經縮小到係可能以月份計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佢真係咁先進，又用咗一啲所謂專家模式，咁但係點解個算力會頂唔住呢？出現咗要限制新用戶使用呢個 K3 嘅情況呢？如果你真係話你每次只係啟動十幾個專家，唔使全部嘅模型算力一次過啟用啦，咁點解仍然需要停收客戶呢？根據呢啲科技嘅網站解釋啦，雖然呢個 K3 成個模型有2.8萬億個參數，遠超過譬如OpenAI 嘅 ChatGPT， 但係每次推理咧，即使只係啟動其中嘅一小部分啦，但係成個模型嘅權重咧，仍然放咗喺伺服器呢啲高速記憶體入邊。否則咧，佢用到某個專家要回答任務嘅時候咧，佢仍然冇辦法係即時應用。所以呢個 K3 嘅真正樽頸咧，並唔係 GPU 有幾多計算核心，更加可能咧係因為冇足夠嘅高速記憶體，同埋唔同晶片之間咧係咪能夠快速傳輸呢啲數據。根據月之暗面自己解釋啦，而家佢會暫停新用戶嘅訂閱，希望可以將算力咧優先俾供應咧而家已經付費嘅用戶，並且會快速咧擴充呢個基建同埋數據中心。咁接下嚟嘅問題係咁樣嘅情況到底係利好定係利淡呢？對一間準備新上市公司嚟講咧，最怕嘅唔係系統繁忙，而係怕咧產品推出咗之後咧，冇人係需要。咁而家 K3 推出之後，因為需求大而暫停訂閱啦，至少證明咗市場對呢個產品咧係有興趣嘅，而且咧用戶亦都願意付費。呢種供不應求嘅現象咧，可以成為月之暗面向投資者咧展示佢產品競爭力嘅證據。但係調翻轉講啦，如果咁嘅情況，其實亦都反映咗咧，佢月之暗面呢個收入咧，仍然係受制喺硬件身上。呢啲人工智能嘅模型咧，其實佢嗰個商業模式同一般互聯網平台咧係好唔同噶。以互聯網平台譬如 Facebook、IG 呢啲咧，用戶佢多一個出嚟嗰個邊際成本咧係極低噶。更多人瀏覽，其實佢個額外成本咧非常有限。咁但係生成式嘅 AI 咧，呢啲人工智能咧，越多用戶問，越問得多咧，其實呢啲模型人工智能嘅模型咧，佢思考得越耐咧，呢啲公司支付嘅 GPU 記憶體、電力同埋數據中心嘅成本咧就會越高。換句話講咧，呢個 K3 唔係用戶越多咧，盈利就自然會越高㗎。可能係用戶越多咧，就先要投入更多嘅資本。咁所以咧，呢個 K3 爆紅咧，雖然一方面證明咗有需求，但係暫停訂閱啦，亦都提醒投資者，月之暗面喺而家呢個階段咧，仍然係一門重資本嘅生意。你要追求回報咧，暫時嚟講其實都仲係睇唔到㗎。
當然喺呢間月之暗面所謂人工智能嘅獨角獸嚟講咧，呢個時候推出 K3 呢個模型咧，無疑係希望幫助佢咧自己一個上市提升估值嘅一個故仔。根據財經界嘅消息披露咧，而家呢個月之暗面咧正係籌備喺香港上市，並且已經聘請咗高盛同埋中金呢啲一流嘅投資銀行咧參與相關嘅工作。不過咧，上市時間仍然未完全確定。最新嘅融資估值咧，據報已經升到去300億到315億美元，換言之咧係超過2000幾億港紙啦。而我覺得喺而家中美即係科技界大家互相競爭衝突之際咧，呢個 K3 所謂橫空出世咧，而佢更關鍵嘅係採取一個所謂嘅開源模式。根據 OpenAI 一個資深主管講到咧，因為呢個 K3 採用免費開源嘅 AI 程式碼策略，好可能導致咧一個全面嘅 AI 共產主義啊！佢形容係 Full AI Communism。變成咗咧係可能咧係中國人以此咧呢啲開源嘅模型咧，希望藉此俾中國主導嘅人工智能技術咧深入更多國家。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無論喺美國方面係希望可以採取一啲措施，禁止咧係呢啲中國嘅製造嘅人工智能模型係滲入佢哋嘅地方。而調翻轉，中國亦都最新咧喺唔同嘅消息都有披露啦，係計劃咧係禁止外資咧係滲入呢啲佢哋認為係中國最前沿嘅一啲人工智能模型。大家咧都希望落閘咧，避免自己嘅技術咧係滲入去到對方。有啲科技界嘅分析師已經擔心咧，中國會唔會係採取過去呢啲所謂新質生產力嘅一個滲入嘅策略，包括呢個太陽能板、鋰電池同埋新能源車咧，用一個平價嘅策略，將呢啲佢哋認為係最前沿嘅科技，用一個平價開源嘅方式咧，係推出市場，可以即係打低晒咧其他對手，變成最終咧可以係霸佔市場。最終變成呢一項有戰略性嘅決策，長遠嚟講可能令中國咧取得更大嘅主導地位，之後再逐步加強控制㗎。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未訂閱嘅朋友可以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